来祈祷。天顶的阿爸爸，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早起，阮会当伫你面前来礼拜敬拜上帝你。祝阮下晡，而且意愿要吊开，互阮会当有一个机会来认识台湾文化、台湾历史、台湾语言的一个专题演讲。啊，愿主你的灵，甲阮下晡的时间同在，让阮规下晡的时间，阮有够起来精神甲体力。透过对即个台湾认同的即个历史，甲即个语言，会当搁一摆来探究，阮台湾人即个土地顶面有一件真水的价值，乃是通过即个物件来延伸。主，阮会当搁一摆来确定台湾文化中间有一个真水的物件甲宝贵，台湾通过呼吁，阮即个世代中间，除了阮即个少年的一辈，伊嘛需要通过安尼来搁较前办。通过安尼来认同家己，即个徛起台湾即个土地，嘛真做阮知影上帝你嘛疼阮台湾人，将阮下晡的时间来向王主，愿主你将迄个精神甲体力享受伫阮的中间，赐福伫阮下晡的专地。安尼阮会开始的大声来献上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咱下晡的时间吼，刚才有人可能会甲伊想要休困的时间，总是。即个专题真好吼，认捌台湾文化甲语言，所以咱去年咱有邀请即个讲师吼，当洪进老师伫阮的中间。今年咱就是听伊摆了讲真好，所以咱搁今年咱的教育部咱搁甲咱办一摆一届的讲座吼。伫咱的手中的资料有介绍，即个讲师是高雄的参理大学文组外语学院兼任讲师，伊是迄个武罗摩沙节目的主持人吼，伫台湾历史的领域，即种演讲真有经验，也捌得过2009年教育部推荐本土语言杰出的贡献个人奖。即个是咱就要将时间马上来交互伊。咱礼拜先伫头前迄个倒来所在，今仔日讲师的讲义，讲义甲一寡大纲，所以咱会当看。咱即个时间咱就拍鼓鼓励，咱用时间来交互讲义。